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你全然的爱我，最真实的我，全然接纳我，最活我软弱，生命中的每一步有你丰盛恩典，使我能更像你。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生命最大的盼望，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好，我们华语礼拜开始，我们一起起立来赞美。好，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我们的神。主的
的喜乐是我力量，这首老歌应该大家都会唱。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能因着我的神欢欣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能因着我的神欢欣快乐。我们一起赞美，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与你。主，我们每天的赞美，我们早晨就是来赞美，我要赞美，跳舞赞美，跳舞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们和前后左右的朋友说，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欣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再一次，我们一起来赞美，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最后一次，我们一起大声说，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将掌声献给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唱这首歌。人算什么？你经顾念的。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赐下荣耀尊贵，作为他冠一面，使地上万物都匍匐在他面前。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竟垂怜我。当我为求生一切，你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所
主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主，在我们每个人还没出生以前，主你认识了我们，主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主，无论我们遇到患难困难，你不抛弃我们。我们一起唱。干什么？你请顾念我。主，在我们未出生之前，主你认识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个人的名字，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用你无止境的爱来爱我们每一个人。你已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甚至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死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追靠你怀里，我的灵却越不行，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主你的宝血救赎回我们的生命，我们大声呼喊你，耶稣，耶稣。主啊，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不停的赞美你，敬拜你，你配得一切的赞美。有了你，我们不畏惧，我们不害怕，不再悲伤，不再彷徨。你的爱拥抱我，遮盖了一切。我深知道，世上所有都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甚至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死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丢下自己，追靠你怀里，我的灵却越孤行，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放下自己，追靠你怀里，我的灵却越欢喜，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耶稣。让我们在礼拜天这个早晨，我们敞开心，我们邀请耶稣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主，我们敬拜你，你配得所有的赞美跟敬拜。主，求你丰盛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个人当中。我们有受伤的灵，求主你亲手的抚慰我们，医治我们。我们一起唱这首歌。你全然的爱我，最真实的我，全然接纳我，激活我软弱，生命中的每一步有你丰盛恩典，使我更靠近你。主，我们知道你全然爱我们每一位，爱我。紧紧拥抱我，全然接纳我，永不离开我，生命中的每一步有你丰盛恩典，
使我更靠近你。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最真实的我，全然接纳我，净化我软弱。生命中的每一步，有你丰盛恩典，使我更靠近你。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主啊，生命最大的盼望，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知道你全然的爱我们每一个人个体。未出生之前，主，你认识了我们每一个人，你为我们打造每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尽管这个过程有困难，有悲伤，但主，你指引我们，你是我们的光。我们会一直不停的单单的渴慕与寻求你，求主你满满的恩典慈爱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用使徒信心来做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底拉丢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奉献，请当值的同工。音控帮我把第4号麦克风音量调大一点。
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慈悲的上帝，我们以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庆祝的时节要到，我们满心期待的救主耶稣基督即将要降临在这个世上，他要带来赦罪和救赎。上帝要和人立新的约，给这个世间改旧换新，因为这个世界的王要来拯救人脱离罪恶，使信他人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依靠你的名，我们可以赢过这个世界。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都可以安然自在，因为耶和华的名至高无上，是值得赞美的。昨天我们也抱着很不舍的心情来举行吴文从长老的告别式。吴长老一生忠心跟随主，是教会所有后辈的典范。他替建整教会尽心尽力的建新的礼拜堂，就像聪明的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大水来时稳若泰山。这样好的根基就定根在这个地方，成为所有会友跟社区的祝福。我们满心感谢吴长老过去所有的付出，他也关心教会每一个会友。每一次在电梯遇到吴长老夫妇，总是关心会友以及家里的状况。他是一个外表严肃，但是对主真正有热情、有用心的长辈。我们怀念他，也期望将来在天堂再相见面的日子。愿主安慰遗嘱，愿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他们祈祷。我们奉献一些金钱，愿你悦纳。最后，让我们一起用主所教导的主祷文同声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我来报告一下教会的消息。第二点，本主日是代降节第二主日，也是总会退休牧师、传道师奉献主日。我们谢谢陈哲南牧师，等一下会带来的信息。愿主看顾保守陈牧师跟牧师娘身心灵健壮。第三点，2025第一季各团契的活动与服事安排，请在12月15号前提交干事会诊。第四点，圣诞节期的活动预告：12月15号礼拜天下午4点到5点半是社区报佳音，我们会走访中山大同区的商店店家，这个是报名制，所以请会友来共襄盛举。如果想要参加的会友们，请赶快在柜台上面登记，报名到今天为止。所以因为有一些东西可能店家会做一些安排，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就能够报名截止，请大家赶快来报名。那12月22号礼拜天，第一点上午9点半，圣诞赞美礼拜是一个合堂礼拜，会举行本年度第6次圣礼典。希望受洗要受坚信礼，还有设立会籍者，请向牧师报名，以利安排相关的事情。第二点，下午2点半圣诞舞会，由各团契以及社区联合欢庆圣诞，请大家邀请福音亲友参加。第三点，下午5点半圣诞晚宴以及摸彩，依然是在马来亚餐厅，欢迎同住家人以及福音亲友一同参加。那采取的是登记报名制，额满为止，因为马来亚餐厅只有30桌，所以我其实满了就满了，满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提供更多的桌子了，所以其实请大家赶快来报名，额满就截止了。请登记后马上向干事缴费，收费的标准是占位每个人是400块，然后还没有读国小需要占位的是200块，那你不需要占位，就是那种抱在手上的小朋友呢，那就不用钱。那所以还有另外欢迎兄姐提供全新的摸彩礼品或是礼金，也是希望今天大家尽量都能够赶快跟干事来讲说你要缴纳什么样，提供什么样的摸彩礼品以便同工包装编号或者是代购。请大家今天务必赶快去登记。好，
我们来念圣经。圣经记载在哥林多前书4章9节。我来念。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另外一节经文在彼得前书4章7节到11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彼此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讲到我们请陈哲南牧师，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上帝的好管家。我们请陈哲南牧师。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早上有机会来到贵教会，跟大家一同敬拜上帝。也很感谢我们教会林牧师的安排。今天是总会所定的退休传教士的奉献之日。让我有机会代表总会传道会向各位来感谢你们过去对这个单位的支持、奉献跟代祷。因为我们要庆祝耶稣的诞生，在大家很忙的当中，我早上就用这段经文，用这个题目来跟大家彼此来勉励。因为庆祝耶稣的生日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所以，首先让我们先了解教会是什么。差不多大部分人说远远看见十字架在屋顶上，我们就说那是教会。我想这种说法并没有错误的。不过教会跟教堂到底是有点不一样，因为礼拜堂、教堂就是一种在那个地方不会动的建筑物。是教堂，教会按照我们圣经原文的意思说，上帝所拣选一群是上帝的百姓，有生命的基体，成为一个教会。所以教会是有生命的，教会是有活动的。所以有时候到外面去野外礼拜，那个地方也是算教会。因为有一群上帝的百姓在那边聚集来敬拜上帝。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哥林多前书4章第9节告诉我们，所以上帝拣选我们这些人呢，聚集在这个地方，像一台戏，像一台戏，演一个天使、世界、世人来观看。所以我们知道，教会就像一台戏一样，你我在这地方都当演员。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把这出戏呢演得成功，让世界、让每个人看到我们所表演的呢，会能够得到感动。我小时候，民国38年、39年，那时候我经常去集集南投县集集镇。那时候还没上小学我舅父是在那边当小学老师，跟我舅妈，所以我经常跟我外祖母到那个地方去玩。我舅父的宿舍呢，学校的宿舍旁边有一间大的礼堂。这个礼堂就被当时的国军撤退的国军呢，在那个地方住在里面，当他们的宿舍。
经常有那些义工队来学校举行这些活动演唱演戏。通常他们的演戏里面呢，都会演一些中国大陆那些人民公社那些共产党怎样来虐待、来欺负、来压榨中国的老百姓。所以他们演得非常逼真。那些匪干为了听从上级的命令，连自己的父母亲都敢斗争，所以演得非常好，非常逼真呢。所以台下那些老百姓在看戏的呢，他手上就拿一根玉米呢，都还没吃完呢，吃了一半就把玉米拿着就丢到台上去在舞台上那些演戏人就打他们，所以上面的主任来说叫他们你们不要要安静不能这样子他们在演戏的不是真的了。不过为什么会引起台下人骚动来讨厌他们呢？因为他们演得太真太逼真了。所以我用这个比喻来讲说，要勉励我们，上帝拣选你，拣选我在这个地方。我们共同建立上帝的生命体教会在这个地方。上帝拣选你这地方，就成为这台戏的演员。我们的目的，我们的职责，就是要把这台戏演得成功。所以无论在这里你当什么职位，你当长老、执事、当牧师、当团契的干部、会长、当信徒，我们你当尽本分。扮演好你自己的角色，让我们所演出这条戏真的能够在这样来成功来荣耀上帝。所以说，要如何成为上帝的好管家，如何将这台戏演得成功呢？第一点呢，我们必须要认真；第二点呢，要逼真。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你认真在上帝所交代的工作，你的结果呢不会落空的，不会突然的，上帝会加倍的祝福你。从早上8点多我就到教会，一直到现在，我非常感动。为什么呢？因为看我们的教会，无论牧师、长子、会友呢，非常活络的、很融洽的，在这个地方共同来兴旺上帝国。相信我们认真、逼真扮演你的角色，相信我们的教会一定会越来越进步。当然，演戏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有好的剧本。这本剧本呢，就是圣经。所以你看圣经，等于听上帝的话语，那么上帝就很自然而然的成为我们的导演。一部电影、一出戏会成功，导演占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每一位演员呢，必须要听从导演的话。导演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导演没有做呢，你就不会去做。所以听从上帝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没有这盏灯不行，没有光也不行了。所以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指引，成为我们的方向，成为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必须要听从上帝的话语，遵从上帝的教训，把这出戏演好。要听导演的话，要认真阅读神的话语圣经。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协调合作。因为教会是一个团体，这个团体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团契，很多不一样的它的组织。有长子会，有小会，有团契，有圣歌队。所以这些团契算是各有所属，各有他的领导者、他的会长来带领我们。当然，每一个会长、领导者呢，他并不是说只有我这团契强壮就好，是这个团契能很强壮进步呢，最主要是要让这个大的团体、这个家庭能够兴旺。
是在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第16节那一节圣经啊，有说啊，以弗所书第4章第16节，他用一种比喻来告诉我们，所以身体一个身体呢，有很多不一样的百节，哦，有很多不一样的肢体，哦，每一个肢体都有它不一样的功能，所以这些肢体呢，不是要见证自己、高举自己，他们的目的是要让这个身体得到强壮。头、眼睛、嘴巴、你的手、你的脚，是在不一样的地方，虽然有不一样的功能，但各节能够尽它的功能，尽其所职。它的目的是让整个身体得到强壮。所以上帝话语这样告诉我们，并不是要高举你的本能、你的才华，所以要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合作非常重要。假如不合作的话，意见教育就像一盘散沙。在民国50年左右，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很少人出国，所以出国不简单的。有一个教会一个长老，他因为儿女在美国，所以他就去那边住一段时间。这位弟兄他是长老，他说我来这边已经将近1个月了，要回台湾，要回去要带一些礼物回去了哈，带一些礼物，伴手礼。他第一个就想说要送要送一个东西给牧师。那个时候在美国买东西来非常宝贵啊，因为我一个表哥，他在美国去留学，拿了博士，在那边当律师，所以有一次他回来，他就买一些非常香的那个香皂，送我几个香皂。所以我的牧师娘他说舍不得用那个香皂，就放在那个橱柜里面那个太香那整个橱柜溢出来非常香了，非常香。所以放了很久呢，那个肥皂就坏掉了，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出国不简单，从美国带回来的礼物更是很珍贵啊。所以那个长老说我要回去了，我要买一件礼物送给牧师他一想说，到底牧师不知道需要什么东西就很难买了。后来就想说，每个礼拜这个礼拜牧师穿的那个西装那衣服都是同一件的。可能牧师缺一件衣服而已所以他说我想去买一件西装裤送给牧师所以都去百货公司去精挑细选选一件他认为非常好的一件西装裤回来。送给牧师，所以他就回来了。所以星期6早上就去教会去拜访牧师，送他这件西装裤。他说牧师在外国要买什么东西真的很难买，也不晓得牧师你缺少什么，所以我想说买一件西装裤，因为牧师礼拜天上讲台都穿的比较讲究所以送牧师一件西装裤，可能对你来讲比较适合。牧师还非常高兴买一件美国制的西装裤，他都非常高兴应该大小长短差不多的，比较长没关系因为美国人比较高嘛，所以长短比较好了比较好处理比较宽就不好处理那件裤比较长，所以牧师回去就试量看看大概增那个长度多出来将近20公分了，所以这个好处理嘛所以他就告诉牧师娘说牧师娘某某长老送给我这件西装裤长度好像长20公分而已所以请你把它有修改一下，把它剪短一下所以牧师娘说我不管你那就送给你，你自己处理所以牧师娘不理他了。
但好吧，你不理我，我就请我女儿，女儿已经在读高中，要准备考大学，要联考。他就请他女儿帮他修改一下。他女儿说：“爸爸，你要知道，联考快到了哈，我功课还有很多，还没有准备好，我哪有时间帮你去修改你的裤子呢？所以爸爸你自己处理，你看着办。”说老爸也没办法，太太也不理他，女儿为了功课也不帮忙，所以星期六晚上，他在准备明天的讲道篇，准备好了，已经很晚了。他要休息前好，那我就把这件西装裤自己改一下，长度20公分，把它剪掉，再稍微缝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就把那件裤子，把它剪掉20公分，把它剪短20公分，就挂在墙壁上。明天早上要穿这件西装裤，新的西装裤上台讲道，一定会更有力量讲得更洪亮着。所以他就把它修改好了，吊在墙壁，他去睡觉。3更半夜，牧师娘就想说先生也很辛苦，长老送他一件裤子，请我帮忙，我都没有给他帮忙，所以过意不去了。他就起来跑到牧师的读书房，墙壁上吊了那件西装裤，他就把它拿过来，也把它给它剪掉20公分，再给它挂回去。天快亮，他女儿准备功课，想要休息，才想到爸爸，说爸爸他对我非常好我要什么东西他都买给我，他很疼爱我，所以爸爸叫我帮他修改一个裤子呢，我都不能，我不说，所以心理上过意不去他去帮忙他的爸爸，把那个西装裤给他剪掉20公分，一共剪掉60公分。那件裤子已经变成7分裤了。所以早上牧师很高兴，要去穿那件新的西装裤的时候，穿上来，差一点就昏倒。本来昨天晚上穿的还好了，刚刚好，为什么现在那么短呢？差点就变成短裤了。所以结果他太太牧师娘，他的女儿都把它剪掉，各剪了20公分。所以家里面3个人而已所以协调的工作做得非常不好。这个比喻在告诉人，一个教会这么大的团体，就是说各团体、小会、长执会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行我素的话，你想做教会像什么教会呢？所以教里面互相协调、分工合作，它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教会能更强壮，让上帝的名更多荣耀。所以说，做上帝的好管家，必须要尽你自己本分，把你的角色扮演好。当一个好管家，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爱你的主人，爱上帝。因为上帝主人是我们老板，他是一家之主的耶稣基督上帝。你不爱他的话，说你爱教会，我想那是有问题的了。所以必须要爱上帝，你要尽心尽力尽性爱主你的上帝，还教导我们，还要爱邻舍，像爱自己一样，要有爱心。所以爱心包含你爱上帝，你爱教会的牧者、弟兄姊妹，也要爱你的邻舍、你的邻居，来完成上帝所交代非常重要、彼此相爱这种命令。爱心也不是光靠口号喊口号没有用的，要实际上去帮忙他。因为你发现有很多基督徒，他很会喊口号，但实际上他的行为上并没有好的见证。今天教会我们台湾长的教会在整个国家基督徒比例占得很少，不是教会没有在宣扬福音呢，有教会在推动很多的事工，对社区、对社会、对国家做很多工作，
但为什么我们的教会的人数呢就无法增长呢？并不是没有在施工推动，主要是我们基督徒本身就没有好的见证，所以见证非常重要。一个名医，很好的一个医生，他不用花广告费，但每天在看门诊呢，患者数络绎不绝，非常多人来看他。为什么？因为这个医生的医术很好，他或者爱心，很照顾病人。所以这种口碑好的话，就不怕没有生意啊。假如口碑不好你就坐在里边等患者，就没有人来。门去楼空，生意就不好。所以好的生意好的话，不怕这种成品、这种东西不好，这只怕那个东西不好用，不信用。所以说，好的作品不用靠什么广告，就那些使用过的人替我们讲，替我们宣传，比你打广告来得很好。所以教会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认真、逼真，互相协调，听上帝的话语，尽你的本分，演好你的角色，做好上帝的好管家，尽心去来爱主你的上帝。刚才我说，爱并不是口号。在地堂我会讲出一个见证，一个比喻了所以有一间教堂建在一个山上。一个小教堂，上山去教会做礼拜的信徒呢，非常冒险，因为那一座山有一只很凶猛的老虎。就是说要去教堂做礼拜的信徒呢，不幸呢，有时候会被老虎吃掉。去做礼拜被老虎吃掉，那些人在上帝面前就向你诉苦。所以我们礼拜天来做礼拜，来敬拜上帝，竟然半途就被老虎吃掉了。所以这样，上帝你太没有面子了。你要想把那些信徒要来做礼拜，那么危险。所以上帝就差派天使呢去交代老虎，把老虎训了一顿，说那些基督徒不能咬了，来信耶稣人不能咬他了。但是信耶稣基督徒，我怎能够分别呢？都是一样啊，都是人啊。当然不一样说信上帝那些基督徒，他的身上会散发出一种香味的。什么香味呢？说基督芬芳的香气，基督的旁边。所以基督徒都会散发出那基督的香气，让人闻到呢，会先闻他，会使他的脚步来信耶稣。经过一段时间，悲剧照常发生。所以那些被老虎咬死的人呢，也是向上帝来诉苦，来 complain 抗告上帝。所以上帝说，就叫天使说：“你下去问老虎，为什么不听话？明明知道你基督徒不能咬死他。所以天使就听上帝的话，去找老虎算账了。那我说有啊，我有听你的话，那个基督徒我都没有咬他，都给他留起来了。我哪里有？我说我带你去看。所以老虎就带叫天使去看，去附近的地方有一堆很多那些尸体已经不在，就像剩下嘴唇而已了，剩下嘴唇了，去等。但是你说基督徒有香气啊，从头到尾，从头到脚闻起来这嘴巴有香气，其他都没有。这个比喻遇到故事告诉人，所以基督徒很多时候靠一张嘴巴而已。基督的香气从嘴巴出来，其他都看不到。所以老虎说：“我照你的交代，把这些有芬芳香气的基督徒，他的嘴巴留下来，其他都吃掉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爱上帝、爱人，并不是光靠我们的嘴巴。当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好的管家，必须要参与奉献。因为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团体
有很多需要去推行的工作，必须要金钱，所以教会需要我们去奉献金钱，让这金钱能够让事工推展顺利。那有人在想说，一间教会必须要靠一些比较有钱人来奉献的。这是我牧会到退休这么久，我的感觉、我的看法、我的观察，教会并不是靠一些有钱人在提供、在支持，反而呢，上帝是靠一些真正爱上帝的人在支持、奉献，让教会的事工不断在推行、在进展。奉献也不是光金钱而已了，你的才华。上帝有给你唱歌的恩赐，你就参与圣歌队的奉献的献唱。上帝给你有照顾小朋友的恩赐呢，你就自告奋勇出来帮忙教会主写的圣工。上帝有给你爱心照顾别人那个恩赐呢，你也可以参与教会探访的事工，因为探访很重要，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照顾、探访一些比较软弱的弟兄姊妹，到他家里去探访他，为他祷告，用圣经、上帝话语来鼓励他，坚固他的信仰。所以有许多挫折，但是你要用你的上帝给你的恩赐，同为圣经的话语来感动、安慰、帮助他，让他的信心能够再坚强起来。所以，上帝给我们不一样的恩赐。有时候，上帝看你很有能力，所以给你5000块，让你用你的恩赐把5000块好好经营，再赚5000块。上帝知道你的能力有限，是给你2000块，你的本事要做好你的本分，把这2000块好好去运作，再赚2000块。结果呢，主人都赚没那些5000块的。那2000块，一个只有领1000块，他就会埋怨。所以他领5000，他领2000，我就1000，那主人对我瞧不起啊，看有没有能力啊。就上帝知道你能力到什么地方，是给你不一样的恩赐了。所以这领1000块的人，主耶稣所讲的故事呢，那人就非常不高兴啊，埋怨主人不公平，所以就把这1000块埋起来。不去运用，不去运作，到主人回来呢，就把1000块还给主人，所以上帝就在那边，主人就夸奖那5000块了，那2000块，所以尽忠，很尽忠，很尽本分，好的奴仆呢，上帝叫他进来，在上帝面前来同享他的快乐。领1000块的人，把1000块给他没收起来，把原本的呢给他收回来，让他变成一无所有。所以耶稣在讲这个比喻是告诉我们，因为每一个人的才华、恩赐不一样，我们也不要去跟别人比较。所以早上来教会做礼拜，第一堂讲到这礼拜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师会的一个执事。我看见是不是长老不是一个执事哈？我就告诉我们的牧师哈，你们的执事不简单，真的有准备，有用心在准备哈，他的事会非常好。他说我们的事会，我们的这执事呢，再不几天就要当长老了，所以要用心去准备，不能马马虎虎这个没有什么了，这很简单是吧？所以以前我在教会在牧的时候，有些执事也是长老，他不用心。因为做工在做生意很忙嘛，所以每年书啊，他都随便，比方说我们的起因文起因文我那起因文第几篇这起因文就翻过来还有一些，他都没有翻过来的，也在第一篇而已。所以礼拜完说你今天偷工取料了，为什么？你后面还有你就没有读一半而已就这种我说看报纸拍的我没有注意到，我说你没有用心嘛，你没有用心准备你就不知道。你断章取义了，你什么都不行，这样都不行。所以，当上帝的奴仆，做管家的，不管你在管理什么，你就要把它做好，
给上帝有一个很好的交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早上借助这个机会，用这本圣经，要成为一个上帝百般的好管家，所以要尽你的本分，上帝给的恩赐，好好去运作。我们还年轻，在读书，把我们的功课做好，装备好自己，将来无论上帝差遣在什么单位、什么地方服务呢，在那个地方照样可以高举十字架，来做好上帝给你应该做的，一样比在那边做好你的本分，在那边高举耶稣基督。我坦白告诉你，有时候你会被上帝祝福、夸奖，你比做牧师还重要，还伟大。就愿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要庆祝耶稣的诞生这个伟大的节期之前呢，用这段经文来彼此共勉，让我们能够真正做一个上帝的好管家，好好来经营上帝这个大家庭以及上帝给你的小家庭。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一段的时间，让我们能够聚在你的面前，攻读上帝的话语。通过我们所读的经文，也很清楚在告诫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管家，好好经营你所教的我们一切。让我们所做一切呢，通过这些事工，能够来荣耀上帝的圣名，更重要，能够带领更多人来信靠主耶稣。我们将教会一切仰望你，祝福你的奴仆，祝福这些长老、执事、信徒共同所经营的大家庭，在这地方能够来荣耀主名，让得救的人数一天一天来赐给我们。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回的时候就交给乐团。那我们现在一起站起来唱回应诗。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赐下荣耀尊贵，作为他冠冕，使地上万物都匍匐在他面前。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为主神以前，你已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死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我放下自己，垂靠你怀里，我的灵雀跃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当我抬头仰望，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死因有故，也无法
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那我们唱最后一首歌，哈利路亚。那我们一起拍手。你的话语是我生命的救恩，你的双手扶持软弱，使我刚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永活的见证。哈利路亚，你是信实、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哈利路亚，你是信实、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恩典之路。那我们华语礼拜就到这边结束，可以互相彼此